因為時代革命之後，可能會覺得我未必咁快有電影可以拍到，甚至係即係唔會再有機會喺香港拍到電影啦。咁但係我可以完成到一人婚禮，我首先好感恩。咁所以首先呢樣嘢已經係好有意義嘅，對於我嚟講，好似係一個，如果你話一個表達係抗爭又好，表達都好，或者係個電影事業嘅一個圓滿啲嘅即進展啦。咁好多嘅投資者都係因為時代革命見到一人婚禮嘅投資者走晒，因為敏感而眾志成城咁樣再集資俾我去拍呢個電影。票房唔好，我覺得對佢哋都唔係咁好意思嚇。咁但係佢哋或者同我一樣啦，都係覺得個意義重要咯。你都可以話香港嘅電影公司旗下嘅演員都係好恐懼啊！呢個恐懼係籠罩住一切。咁當然呢個恐懼係特別係為我呢個導演嘅，可能佢對其他導演係冇咁恐懼嘅嚇。咁你都可以話係一種個別嘅情況，但係亦都可以話係廣泛地感受到一種咁大嘅政治壓力啦，咁大嘅自我審查。cut 啦，係。再明顯啲啊個網！曾經執導10年同時代革命嘅周冠威新作《自殺通告》已經定喺11月初喺台灣上映，但香港放映呢仍然係未知之數。話電影內容同國安無關，今年8月4號送審至今已經2個幾月，但仍未有結果，這獲回覆正在處理中。喺一般情況之下，2個星期左右就會知道結果㗎喇。佢希望當局能夠好似處理時代革命咁，以冷處理嘅方式，令到今次新片可以順利上映。如果係好嘅方面去諗呢，或者好嘅寄望就係同樣自殺通告都可以係咁樣。呢個冷處理仍然係沒有被官方去限制我嘅自由嘅。佢唔敢評估一旦審批失敗會點樣。如果一套電影冇咗，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半嘅市場，咁其實就係回本啊，咁其實係難上加難啦。壞嘅方面去想咧，就係佢真係唔過到審批啦，自殺通告可能有機會係一個咁樣局面嘅話，我就一個自嘲啦，呢個係好無奈嘅接受一個咁樣嘅光環。根據電檢條例修訂後嘅新增條文，電檢員如果認為影片內容可能危及國安，可以要求修改、刪剪或者拒絕發出上映證明書。當局回覆明報話，喺2021年至今年7月，有超過39000部電影送檢，104套需要修改之後先可以上映，當中有50套係因為國安考慮而修改部分內容，另外有15套唔俾上映，其中13套同國安有關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喺新修例生效之前5年，冇電影不獲公映，而要修改嘅亦只有50出。當局亦以免影響電影製作人或審查員嘅公正判斷為由，兩度拒絕提供被拒上映電影名單，話披露資料可能會損害公眾安全或者社會秩序，或者影響部門運作。
29歲嘅關淑怡，自從2020年宣布由唱片公司離巢之後，就好少公開露面。有傳佢同仔仔關俊賢移居美國多時，但係近日東周刊就獨家爆出，關淑怡懷疑因為病危被緊急送入 ICU 搶救。報道刊出疑似係佢嘅仔仔同關爸爸喺醫院出現嘅畫面，仔仔喺長凳抱膝痛哭，神情哀傷。有傳佢嘅親友都輪流嚟探望，病情好似好嚴重咁。關淑怡喺89年憑難得有情人爆紅，被捧為90年代天后，但係事業走向高峰嘅時候就頻頻傳出行為怪異嘅傳聞，令到佢嘅演藝生涯停滯不前。佢2001年因為懷孕而喺樂壇消失，直到2005年先至承認未婚產子，又曾經自爆過仔仔嘅生父係不丹僧侶寧波車。原地轉也轉到盡歡樂樂園，世上萬物